在关心台湾手语嘛是国家语言，即马有愈来愈侪人在学手语，严格手语的教材，想要一捆头编到高中，伫目前来看，确实是大考验。 你的名字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姓嘛，四姓万就会直接打万，可是不会有人先打一再打万。手语老师当在咧上课，学员斗翻译，解释共一字班，拍法无同，意义就无同。在咧家己路中线顶上课的这班，30人拢是家己市的正式老师。6月底完成60点钟的演习，要拼9月进前考过手语认证。全台湾性拢老师来参加这个部分的培训吼，那参加的人嘛超过差不多1000个。培训课程了，3项考试拢要80分哦，才会当通过了。所以老师都会想办法要帮他们，就是要多练习，然后鼓励这些学员，可能就是课后自己摄影，把手语练习的状况传给老师，那他看到之后就会帮忙他们改。 台湾手语在2018年加做国家语言，长期推广手语文化的张英兴老师讲，这当关时间爱编12本的教材，唔但爱注重南北无同的拍法，也爱生活化，而且还有一项重点。其实伊的目标更较重要的是有法度变成台湾手语课纲的内容的目标对咱手语的这文化有法度安尼甲伊继续。 传承落去安尼。张英兴老师讲，全世界有听力障碍人口大约3/10，有甲手语列入国民教育部定课程的国家，台湾要算走了较紧。根据国教署调查，关于学手语的国中甲高中生分别有2成，因也观察到不少聋人家庭已经改变观念，支持囡仔学手语。 自细汉就伫咧无啥的世界大汉，今年4年仔的李友庆，伫咧学校读普通班。别人上本土语的时阵，伊是去别位有手语翻译员，针对重点的科目加强辅导。我就跟爸妈学的啊，我很自然就喜欢手语了。是特别生6年仔的白木温，是厝内的孤囝，嘛是聋人爸爸妈妈上好的翻译员。就想要学更多，不然就。 帮爸爸妈妈翻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会的地方。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人，就是可以帮别人翻译这样。打造手语友善的环境，需要更较侪人愿意来学，甲连接听人甲聋人世界的桥，豆豆起来。记者阿明真、曾泰文，家己新北报道。